霍英東先生嘅資助啦嚇，咁佢係我哋廣州番禺小谷圍道人，即係話我哋講。係啊，粵劇啲嘢咧，入邊粵劇博物館，係啦，都開放。粵劇博物館3點幾咧，入邊有唱曲嘅。呢度咧就平過對面嘅陶陶居，大概就打個7折左右。哦，驚喜啊！第一次。